行路5分鐘去到青茂口岸啦，包括去到我哋嘅珠海站同埋拱北口岸都係5到6分鐘嘅一個車程嘅。其實係關口，我覺得係冇得輸嘅。你無論係自己住又好，你攞嚟租又好，佢嘅租售比係相對嚟講非常之回報率非常之高嘅啦。歡迎大家收睇今日不設防灣區好房，我係一鳴啊。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我哋身後嘅呢一個西澳灣畔啦。可以睇到我目前所在嘅位置咧，就係珠海站輕軌站。可以睇到而家嗱，啱好有輕軌去經過啦。珠海站亦都非常之近啊，行路5分鐘就可以過到關口啦，所以佢嘅交通咧非常之便利啊。周邊咧係我哋嘅拱北口岸啦、青茂口岸啦，同埋珠海站啦，包括去灣仔碼頭啦，亦都係非常之近嘅。同埋我哋可以睇到周邊嘅一個商業啦，去到富華里又好啦、九州道啦、華爾城啦，同埋華發商都啦，亦都係我哋周邊嘅一個配套啦。身後嘅咧就係西澳灣畔啦，可以睇到而家正在係施工緊，明年嘅8月份就可以收到樓啦。咁我哋而家跟住鏡頭一齊睇睇。嗱，而家咧就嚟到我哋嘅售樓部啦，可以睇到我哋呢個沙盤。咁首先同大家介紹下詳細嘅一個位置先。咁目前咧我哋就喺西澳灣畔嘅呢個位置，亦都可以睇到佢周邊嘅成個配套啦。行路5分鐘去到青茂口岸啦，包括去到我哋嘅珠海站同埋拱北口岸都係5到6分鐘嘅一個車程嘅，所以佢嘅交通咧非常之便利啊！亦都可以睇到周邊嘅一個位置咧，已經係非常之成熟啦。成個片區咧已經經營咗有超過30年嘅一個歷史啦，所以衣食住行根本就唔使憂。咁對於佢嘅一個位置配套咧非常之便利啦，咁好多香港同埋澳門嘅朋友咧，亦都會揀咗呢個片區嘅。咁可以睇到我哋平時去購物啊，咁可以去到華發商都又得，華爾城又得，富華里啊、九州道啊、摩爾廣場啊，都係2點幾公里左右嘅一個路程啦，所以呢個位置係真係冇得輸嘅。咁再睇翻我哋嘅成個沙盤，咁一共係分4棟樓去開發嘅。咁目前所售嘅咧就冇多啦。咁可以睇到有我哋35平方嘅啦、49平方啦，同埋50零平方、64平方同埋74平方幾個質素嘅。雖然呢個樓盤咧佢嘅正地面積唔係幾大嚇，7000零平方，建面咧2萬幾平方，但係細細地喺呢個位置寸土寸金嘅呢個拱北口岸非常之罕有嘅啦。大家都知道近呢幾年咧呢個片區咧係冇咩新樓盤去開發嘅，所以當呢個樓盤開咗嘅之後，非常之火爆。咁陣間咧會帶到大家去睇下我哋嘅示範單位啦，同埋一個交樓標準嘅啦。咁喺明年嘅8月份就已經可以收樓嘅啦，亦都可以參觀下我哋成個售樓部嘅一個配置啦。目前呢個位置咧，全部係已經係現樓，即係已經係原狀啊，唔係出邊係搭起身嘅啊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咧就嚟到示範單位啦，睇到係2梯8伙嘅。咁咧就有4個質素嘅一個示範單位俾到大家去參觀啦，同埋有2個係一個交樓標準嘅。咁我哋先睇個最細質嘅呢邊，嗱可以睇到呢個咧就係35平方嘅一個質素咧，係做到1房1衛嘅，非常之精緻啊！咁呢個咧亦都可以租到3500左右1個月嘅租售比啦。咁可以睇翻嗱。入門口就係我哋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洗手間啦，咁就做到亦都係非常之精緻嘅。包括呢邊可以做到嘅係一個鞋櫃啦、衣櫃啦，呢啲都係可以咁樣去打造噶啦。咁呢個雖然係35平方，咁俾個鏡頭俾到大家睇個全景嘅，咁其實就係都算係比較闊落嘅，因為佢嘅層高係比較高啊，去到3米嘅一個層高。喺呢度作為一個瞓覺嘅，同埋呢度客廳、呢度書房亦都 OK， 係可以做到1房1廳嘅。包括埋呢度咧，就係我哋一個廚房位啦，可以放雪櫃啦、洗衣機啦、儲物櫃啦，咁呢啲全部都係已經可以咁樣去打造嘅啦。包括呢個窗口咧，係睇到我哋嘅拱北口岸嘅一個關口啦，就距離非常之近嘅。係啦，
咁呢個咧就係35平方嘅一個積數。過嚟呢邊應該睇得更加清楚啲。嗱，對面咧就係珠海站啦，可以睇到非常之清晰啊。咁呢個就細則嘅，再介紹俾大家睇下第二個示範單位啦。咁呢個示範單位咧就係一個64平方嘅一個積數咧，係做到3房2廳1衛嘅一個積數啊。可以睇到入門、鞋櫃呢啲全部係可以按照咁樣嘅 size 去打造。咁呢個咧就比較奶油風嘅一個設計啦，一到嚟係覺得係非常之溫馨嘅。你冇睇佢係64平方做3房，可以睇到成個開間啊，非常之實用，可以話即係做到係用盡晒嘅成個一個空間啦。咁冰箱位啦、儲物櫃啦，同樣呢啲標配咧都係咁樣去設計去做嘅啊。撐下一睇嘅一個客廳啦，包括露台啊，咁呢啲位係嘛？我哋可以睇翻佢呢個位咧係做到一個開放式嘅，攞到一間房，咁所以顯得成間客廳咧會更加大氣啲。後期亦都可以按照呢個 size 咁樣去設計嘅啊，或者呢邊可以做書房又得，做茶室又得啊。咁呢邊咧有間房，呢間房咧就係睇我哋嘅內院嘅一個景觀啦，係咯。我覺得呢個設計咧都幾溫馨下嘅喎，即係比較新穎啲咯。嗱，雖然話係64平方，都係做到乾濕分離嘅一個洗手間。咁呢邊咧仲有一間房啊，我覺得呢個64平方做到3房咧，佢嘅實用率係非常之超高㗎啦，已經。咁接落嚟仲有2個示範單位咧，咁就帶大家去睇埋嘅。咁呢個租售咧就可以去到5800左右啦，呢個租金。嗱，再過嚟呢邊，呢邊咧就係亦都係一個1房1廳嘅一個交樓標準啦。可以睇到我哋呢個密碼鎖啦，全部都係即係交標嚟㗎啦。啊，包括呢啲鞋櫃啦，都係交樓標準。OK。咁包括呢度咧，亦都做到一個洗手池啊，好實用。洗手間啦，呢個都係交樓標準嚟嘅。啊，哇！呢個廚房你冇睇佢積數咁細喎，呢個廚房係好大洗嘅喎，2、3個人一齊煮飯都夠㗎啦。包括佢嘅冰箱位都預留翻㗎啦。啊，可以睇到3件套啦，呢啲標配啦，都係交樓標準嚟㗎啦，係啦。哇，都好似啫，細細地，咁佢個實用率係做到好高，呢個係做到2房嘅嚇，呢個都係交樓標準嚟嘅。包括埋呢度啊，可以睇到呢間房咧，成一半嘅面積都係贈送㗎，所以先去到佢嘅實用率去到咁高。咁呢個積數咧就50零嘅。再睇翻另外一間啊，咁呢個咧就49平方嘅啦，4房2廳2衛嘅一個積數啊，可以睇到藍色部分咧係一半嘅一個贈送面積，可以睇到呢度一半係贈送嘅，所以佢嘅實用率係唔使講嘅啊。呢邊嘅設計咧就亦都係比較現代化啦，可以睇翻廚房亦都唔細，可以睇到佢嘅成個設計。亦都好 OK， 都夠使㗎啦，49平方2房啊，租到5000幾。咁呢度就有間房啦，佢呢個設計咧就做到比較現代化咯，比較後生啲嘅嗰個叫做叉之風啊，嗰種 feel 嘅。呢邊咧佢而家個窗簾未打開，呢邊係睇到內院嘅一個景觀啦，係咯。呢邊仲有一間房。咁按照佢好多係設計咧，係按照香港嘅嗰種設計嚟做出嚟嘅。呢個就49平方嘅，亦都唔會感覺到壓抑喎。再嚟睇翻最大嘅呢個積數咧，就係74平方嘅一個3房2廳1衛。同樣佢嘅藍色部分咧都係一半贈送嘅面積啦，粉紅色嘅部分咧係全贈送嘅一個面積。入嚟睇睇啊！你攝影師，你睇下成個距離係嘛？佢嘅成個
餐廳同埋客廳，包括佢嘅廚房一睇係非常之大氣嘅，可以睇到做到係 OK。70零平方嘅呢個廚房係冇得講嘅。嗱，我哋呢邊咧亦都可以睇到珠海版嘅深圳灣1號啦，珠澳灣係啦，所以佢呢個地理位置係冇得輸嘅。不過你喺呢度，你睇下成個開間距離，哇，唔係非常之闊落。包括佢嘅成個樓底，你可以睇到成3米幾高嘅一個樓底。呢個74嘅咧，我覺得係即係3、4個人住都好啱使嘅。啊，呢間房亦都係非常之闊落。佢呢個裝修即係偏比較穩重成熟少少嘅一個風格咯。呢個就榻米啊，喺關口呢個位置真係寸金寸土，可以做到咁樣，將每一個空間利用到非常之到位啊！呢個洗手間位啦，亦都係做到關收分離嘅。包括呢個位咧，佢係預留咗係攞嚟做洗機、空關機嘅。當然我哋有露台啊嘛，但係亦都可以咁樣去設計。咁呢度有間 BB 房啦。咁呢度入門呢度咧，其實係仲有一間房嘅，係咯。咁呢個係做到3房2廳2衛。按照呢種標準嚟講嘅話，喺拱北口岸70零平方去到200幾萬，其實都好襟使㗎啦。過往起碼3、4萬左右啦。咁你似呢種咁樣嘅單位嘅話，咁今日咧就帶大家睇咗呢個4個質素啦，同埋交樓標準啦。其實喺關口，我覺得係冇得輸嘅。你無論係自己住又好，你攞嚟租又好，佢嘅租售比係相對嚟講非常之回報率非常之高嘅啦，係啦。同埋你可想而知喎，你隔離就係珠海站喎，你可以坐高鐵去到任何一個有高鐵嘅地方啦，全國各地啦，係嘛？有我哋嘅嗰個天茂關口啦、拱北關口啦，咁你過澳門都係5分鐘嘅一個路程。我講緊係行路喎，包括你喺周邊嘅佢嘅除咗交通，包括佢嘅商業啦，咁我哋亦都知道大型嘅超級商場啦，亦都係非常之近嘅，去華發商都啦、拱北地下商場啦，包括雲悅城啦，呢啲都係非常之近嘅。啊，富華里啦，同埋九洲道啦，都係好 OK 嘅。咁呢幾個質素咧，你覺得係邊個質素比較啱你嘅？亦都可以 call 我哋現在睇樓，我哋有專車接送啊。同埋再同大家去輸出嘅咧，就係你無論邊一個單位都好，你只要睇啱買咗呢個單位，目前咧仲有 quota 係可以送大橋兩地牌嘅，啊，粵港兩地牌嘅。咁總共咧有7個 quota， 咁目前仲有啊。睇如果你中意可以 call 我現場睇樓咯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中意我哋嘅 channel 嘅可以多啲關注啊！每一期分享咁多精彩、咁多靚嘅樓俾到大家。我係一鳴，呢度係今日不設防灣區好房。OK， 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